各位 fans、各位 Facebook、YouTube、IG 嘅朋友，今個月份咧就已經係到咗立秋，立秋就已經踏入咗7月嘅鬼節嘅月份㗎啦嚇。咁啊7月初一開始咧就放歸元關啦。今次咧今日咧已經係7月初一㗎啦嚇，7月初一㗎啦，今日已經7月初一㗎啦。開始就去到7月30就地藏誕收嘅，咁一路咧就放歸元關㗎，嗰啲冤魂野鬼冤親債主就會一路去㗎啦嚇。咁你以前做得唔好嘅，咁就啲業障咧就會嚟啦。所以今個月特別加倍小心啦。今個月特別對於咧人身自害咧特別要麻煩啲嘅。如果你屬人身自害入邊，你嘅八字入邊嘅用神都有人身自害嘅話咧，特別要加倍小心啦。其次就係話最緊要你嗰個字同埋。即係你嗰個係用神啦，同埋時辰啦，同埋10年大運嗰度咧都有人身自害咧，特別要加倍小心啲嚇。咁當然啦，希望唔好撞到鬼啦、撞邪啦，撞邪就麻煩好多啦。咁我都係做過一個叫做捉鬼大師嘅。咁我以前咧就叫做捉鬼大師，而家都有捉鬼嘅。所以希望咧就唔希望幫大家捉鬼驅邪係嘛，好冇嚇？撞到邪嘅，既然係唔 OK 㗎啦，即係時運跌得好低㗎啦嚇。咁福星高照就更加好啦，係咪先？但係如果你撞到鬼嘅話咧，就麻煩啲。咁所以我都教大家咧，就驅一驅個鬼咯。咁最好咧就盡量咧，邊一日都係㗎啦，唔係話但係7月14、14、15、16、17嗰幾日你先早翻屋企，其時就唔係嘅。咁最好就唔好啦，因為呢個月份都係比較空嘅月份啦，得唔得嚇？咁揸車要加倍小心啦。如果自己人身自害嘅話，加倍要小心啦，得唔得？好，咁加上咧就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話。你最緊要帶住4粒嘅土核咯，細細粒嘅土核4粒咯，咁用個吉祥利是封逗住佢咯，叫揸古拉士咯。其次就係帶土葉咯，土葉啦，或者無土葉啦都得嘅嚇，都可以辟邪嘅。黃皮老友葉唔辟到邪嘅嚇，黃皮老友葉係唔辟邪嘅嚇，或者桃木劍啦，細隻把嘅桃木劍啦，桃木牌啦。如果係桃木牌係挑咗一個龍頭嘅啦，更加好運嘅，因為龍有天解星啊嘛嚇，龍因為同佢今個月份咧佢都係合㗎嘛，得唔得？所以今個月份咧，嗰個龍咧同嗰個馬騮佢合到局㗎，咁所以咧你帶個龍牌咧係用桃木做嘅龍牌咧係 very good 㗎嚇，突個龍頭出嚟更加好嘅，挑畫嗰啲就冇咁好運咯，好唔好嚇？咁祝願大家咧福生高照。福星高照，好運齊來。最緊要咧萬事勝意，如意吉祥。最緊要福星高照，自己睇睇自己個八字入邊嘅用神，睇下有年月日時辰啦，甚至乎你個命宮啦，或者係你10年大運嗰度啦，睇下有冇你嘅人身自害咯。如果有人身自害，就特別加倍小心啦。帶住我4粒係呢個土核啦，或者係無土葉啦，係好運好多㗎。你唔好理佢咁多㗎，你帶住冇妨㗎，冇壞㗎嘛，係咪先？冇阻礙你嘛，擺喺呢個袋度得咯。但係你記住咧，就擺喺